多谢一定来关心宜兰的消息。宜兰警察界讲发生性侵的代志，涉案的是宜兰分局某一间派出所的查甫警察，伊伫啉酒了后涉嫌对共所的女警呢暴力性侵，佮翕一寡私密不雅的相片。这个女警去验伤报案，因为涉案的情节重大，法院裁定这个查甫警察受押禁见。宜兰县的警察局嘛开考执会，全力甲听证。 警局门口打信收了封地宣导，不过真见效，本该保护人民杜绝性暴力的警察大人却知法犯法。涉案的是宜兰某派出所的男警，17号暗时聚会结束，伊强行到女警住的所在酒后性侵，敢若阁有甲人翕不雅的相片。隔顿工透早，女警到病院验伤，指控男警甲拍性侵，指出伊的手骨拢有明显的乌青。与妇幼警察队展开调查。 经检察官复讯后，向台湾宜兰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本分局强调，对于所属员警涉违法犯纪之行为，秉持谨记谨办，不掩饰不避重，主动迅速从严查究。根据了解，涉案的男警做警察2年外，女警才打分发。县警局赶紧召开考执会，男警奉停职处分。 专案是宜兰地检署侦办过程中，男警讲唔承认，讲家己食烧酒醉未记哩过程，按那女警摕验伤的证明，男警才来改口供承认犯罪。因为涉案的情节重大，地方法院昨暗时裁定甲伊羁押禁见。被告也自白犯罪哈，考量他有一些私拍的照片哈，可能会被灭证，那我申请羁押，那本院法官裁准。本该是维护正义的警察，今嘛煞涉嫌加做暴力的加害者，是严重 影响到警界形象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